以色列当局6月7日找到哈马斯军事领袖穆罕默德生活的遗体，确认身份嘛已经送验了，也毋过哈马斯是还未回应。另外，顶礼拜以色列禁止一架送物资去加沙的船挖进港口。上新的消息是，以色列军方已经将这架物资船，这架船嘛驶往以色列，船顶的另外是从遣返登去因的国家，物资会来转送给加沙。以色列军方7日带一名外国记者进入加沙的汉尤尼斯欧洲病院的门口，为患者会当看出是生恶的入口。这个地下道会当通往几啊个房间，其中一寡房间内会当看到成堆的衫架、塑胶椅啊。有一段影片显示，一具保着的尸体用锁啊为崩坑中救出来。In one of them, we found we killed Mohammed Sinwar. You can approve now. He was the brother of Yahya Sinwar, the previous leader of this murderous and terror organization Hamas. He inherited him, and now he was the leader, and we killed him also. We have to remember, we have 55 hostages still in the hands of Hamas. 以色列军方表示，经过 DNA 比对，证实就是穆罕默德辛华本人。49岁辛华是伫5月13日空袭中死亡。那法律指挥官沙巴内遗体也互发现。声明中指出，现场找到2个人所属的几件物品，甲其他情报资料，拢移交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佮强调，这发现正是哈马斯一摆搁一摆利用民间基础设施病院做暗号，将百姓当作人肉盾牌。哈马斯过去对相关指控拢否认。以色列7日下令军方阻挡一架属于国际非营利组织自由军队任命的援助船马德林号去加沙，船顶载有气候的运动人士、同贝利甲其他活动人士。活动人士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有成员登上因的船。If you don't hear from us in the coming hours, it means we have been cut off from the world. 马德林号为车为意大利西西里岛出发，载满人道援助物资前往，打算突破以色列封锁。也毋过以色列当时就已经表示未稳准，佮爱即只船回头。公司新闻黄文廉编译。